台語字真趣味，相信啊，蔥魚頭，台語安尼寫，蔥魚頭，就是甲魚仔頭會當食的肉，甲食好清氣。講蔥魚頭會當訓練喙齒、喙舌甲喙脣的協調性。啊，要安怎蔥魚頭才袂去見到受撇步的？咱會當請教厝內底長輩。像阮90歲阿嬤，就真熬蔥魚頭，嘛真愛蔥魚頭。阿嬤講見頭三分飽。啊，若是甲阿嬤比起來，我就真見笑咯。我真袂曉蔥魚頭，見擺若蔥魚頭，見擺就去見到蔥魚頭的蔥、蔥瓜子、蔥雞絲，還佫有鳥仔蔥毛，攏是這字蔥。蔥也有另外一種意思，就是謀取利益。台語教典的記例，已經熬蔥食，就是他很會鑽營。今仔日的台語字蔥魚頭，實在真趣味。